到时3月27日，就是要伫小东里公园公园鼓励大家将厝内用袂到的物件摕出来交换，因为无的确你无需要的，却是别人所爱。而且现场强调袂当用钱，爱大家发挥创意，除了用物品、用才华、用努力、用服务等等，拢会当交换。伫活动第一摆来到小东里，其中嘛邀请维修技工社团规划专区，免费交流维修。我们把一些工程师喜欢修理的人，跟这些需要修理的东西连在一块。它重点是它完全免费的话，有一些平常大家不会收到的，比如说卡带机，这个可能你觉得它的价值不是很高，但是对于那个民众的话，比如说有个北，他是要录的台语节目听的，所以我们帮他修好之后，他就是非常的高兴。交换代替购买。好，让这个物品呢也持续的延续下去，减少源头，因为我们的掩埋场量太大了，很多东西呢用到一点点坏就丢了，那这个造成我们环境很大的负担。那我想说，刚好跟社大冠达老师呢谈到这个问题，他有这个活动，那我当然小东尼非常开心的能够跟他们配合。由台南社区大学发起，已经举办11届草地换物市集，持续传达减少物品、减少无必要的消费作为诉求，同时透过交换过程，唔免用钱买，用情感的交流，嘛诞生一感动的故事。因为每一次活动只要一开放报名，然后马上就大家都已经赶快来报名，然后很快就会额满。那好玩的地方呢，应该就是在于它唯一不能用钱的这个规则。然后所以交换物品的价值呢是两方自己去定义的。然后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，也促进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。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摊主之间这个市集这么有趣的地方，然后大家会很想要来。活动就定3月27日下晡3點到5點半，歡迎大家做伙來現場找寶，延續古面新生命。3月27草地市集見。台新聞館及何超邦采訪報道。